欢迎收听10月2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西结书第5章1到17节。以西结书第5章1到17节，你有看过行动剧吗？你知道行动剧的目的是什么吗？通常在一个行动剧当中，这些演出的人或是事物会跟这个环境一起互动，而在这个演出的内容当中，可能会有很多的冲突，很难理解的方式，或是他们使用很特别的东西来表达。然而行动剧常常也因此给人更多开放的空间，让人来思考自己跟这行动剧要讨论的议题当中有什么样的连结，我们看了之后需要有什么样的反省跟改变。在今天以西结他持续的演出这个行动剧，他被上帝拣选成为先知，上帝使用他的方式很特别，让他透过行动剧来表达，再次让这些上帝的儿女、上帝的子民来思想自己跟这行动剧之间的关系。在今天的这个内容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上帝不仅是透过以西结来表达，这个行动剧演到这里，上帝也出来说话了。他不要人不知道原因，他不要让人没有机会回转。他是怜悯的上帝，但他也是公义的上帝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上帝这样说：所以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发誓，你既然做出可憎恨可厌恶的事来玷污我的圣殿，我将毫不留情地歼灭你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上帝说出这个行动剧所要代表的意义。在第12节讲到1/3的人民要在城里病死饿死，另1/3的人要在城外被刀剑杀死。我要把剩下的1/3驱散到四方，用我的剑追赶他们。这是在回应今天以西结剃发的这一个行动剧。而以西结剃发的这个行动剧，其实呢，在当时的习俗是一个表示哀悼的景象，象征着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要经历哀悼，他们要经历死亡，他们要经历被驱赶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因为这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们，他原来是上帝要透过他们祝福别人的管道，可是他们却成为违背上帝诫命，甚至比列国、比邻国还要来的邪恶跟悖逆。我们很常说不知者无罪，但他们却明知故犯。透过这些行动剧，透过上帝的话语，他透过先知以西结，是要人看清自己真实的本相。其实我们在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，很常才发现自己真实的样子。可是就在那当中，其实今天的经文，也就是这个金句，上帝说：所以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发誓。其实他原文是在说：我活着。上帝不是死的上帝，而是活着的上帝。他知道人，他活在我们当中，他并不是遥远的看着这些灾难发生，反倒在这些灾难里面是要人警醒，要人心安。警醒的原因是，如果我们是犯错犯罪的那一个，我们透过上帝，我们有悔改跟发现的机会。平安是因为我们在这灾难当中，我们知道他活着，他与我们同在。
感谢主的恩典，让台湾即使在这疫情到现在的这些情况中，我们真实的经历在患难中有平安，因为他活着，我们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，但也因为他活着，我们透过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主，他不容留这些罪恶持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以免我们自寻烦恼，自遭毁灭。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真实要来回转向上帝。在我们患难的时候，我们真实要来相信信靠这位上帝，因为他活着，我们有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一个跟随你的人，他的行动剧，我们被祝福。主啊，我们也不愿我们只是这个领受的人，而是我们希望自己也能够在这疫情当中，透过认识你，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世界的需要。特别在最近，主，我们真是看见了许许多多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主你的公义临到我们，主啊，也求主你帮助扶持我们。若我们就是那不义的人，我们也要恳求你的怜悯，叫我们能够发觉，能够回转向你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